乡亲啊，你看过影星林青霞20外岁这种清秀的模样无？啊，70多年前水源污染，阁是安怎伫咧台湾造成乌脚病大流行咧？半世纪之前，电视台的新闻影像拢储存伫遮的16毫米的加工底片内底。也毋过随着影音发展，进入到数位时代，加工底片也则是录影带，慢慢告别咱的生活。最近这几年来，台南艺术大学有一群专家行到各地抢救消失中的影像。日前，因更加来到华视的档案库，互337根已经超过50年历史的16毫米的加工底片重现天日。这个重要影音，今年嘛通过古物审定，将做全国第2笔有文字身份的影视资料。台湾还佫有倒一寡凋零中的记忆，佫要安怎来还原呢？抢救影像文化资产大作战，做伙来看。2025年是磁带，就是录影带这个媒材它的大限。我们当然看到抢救到这样的胶卷都会很难过，所以我们这个也是要跟时间赛跑。这些影像背后能够呈现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民生活的一个样貌。麻风病是一种慢性皮肤病，长期与传染性病人密切接触，经皮肤而传染。这是1970年代的乐生疗养院赤绣彩虹木匠主者逐项来，李感想的教讲，为了好这移民有一个功夫，原来佫有设一间庄仔窑。由病患者自己经营，每年出产销售的砖瓦不计其数，为院方增加不少收入。无法谋生的病患也得到了收留和适当的养护。芥菜总会，这是台湾人70年前的痛。台南客家、北门甲义德等等乡镇，伫1950年代，因为当地地下水有超浓度的重金属锌，在地人长期食古井水，得到乌脚病。严重的患者时常被剧痛扰得彻夜。当时无药医，只能反复切除发炎歹去的部位。这个看来水阁熟悉查某囡仔，伊是22岁时的影星林青霞，戏内戏外一路行来，拢是天生丽质。低头毛、老海角仔，这是女神少年时阵的模样。新历华语影坛玉女蒋文仁，乌人的目镜配高腰喇叭裤，穿插的造型足是当年流行的指标。虽然拍剧的姿势无啥标准，也不完充满亲民迷人的风采。1976年，伫韩国釜山举办的亚洲影展盛大酒会招待各国团员，嘛有看到男神女神二人以真珍贵做伙会面。当年林青霞是以电影《八马壮士杨惠敏的角色，摕到最佳女主角奖。不一样，更增加了这些球的神秘性。这拢是1980年前华视侵入全台各地第一手的影像记录。不过一步一步，台湾过去的基地随着放映的规格，为底片走向数位，险险消失在时间的洪流中。台湾去年全年，我们一直觉得台湾的3家无线电视台，它是伴随我们台湾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类别。可是在这之前，电视台里面到底有多少的类型、文物、文献、物件跟文化性资产有关？这件事情基本上那时候还没有一个一定的论述跟确认。在过去这4年当中，我们基本上走入了中华电视公司的各个角落，特别是仓库，发现事实上华视已经有意识的保留过去所发生的每个阶段电视产业的变迁。走进华视的档案库，你会发现到这里很像是一座图书馆，而架上摆放的全部都是在华视曾经播放过的珍贵档案。像是我现在手上的这一卷录影带，它就是百战百胜在77年的时候所录的第1集。接着再过来，当初我们会发现到这珍贵的16毫米胶卷，其实就是摆放在这个不起眼的架上。发现有一柜是胶卷，而且是胶卷
在我当时判断，应该是新闻部当时的新闻胶片，因为那个胶转磁的机器坏掉了，没有办法再把它转到磁带了。转的过程当中，这些16厘米因为机器设备老化了，然后也坏掉了，转到最后啊，那机器已经一修再修到没有零件，然后也修不好的时候，那就剩下这300多卷，我们就只好把它放着。337捆的底片会当中建天日推手伫南艺大。这个柜子就是我们放置华视抢救的337卷重要的柜位啊，片额都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都做了置换，做了整次。所谓整次就是做物理修复。这个目标物到底放在台湾的哪个角落，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变成是说，只要有人通报，我们就一定会去看。我们会分级，我们会分1、2、3级。对，像那一边越那边的话是状况越不好。这被称为底片评估处理现场，嘛是12米年的底片消费前的最后一站，影音的数量有2000多件。那我们从这边大量的胶卷里面就要开始先做分级。我们先把状况好的分在第1级、第2级、第3级，那它触酸症就会比较少，到最后那边可能它触酸症就严重。那如果一直摆在一起的话，它就会不断的感染。无希望电访都市历史篇章就此停止，南艺大团队一直为充满时光痕迹的片阿爸学了搁再学。就以前的这种铁盒啊，它会生锈。那一看就知道它的环境一定是潮湿闷热。这还可以救。如果这是一部非常重要、仅存的一部很重要的台湾电影，我就会想要救它。那可是救它的问题很大。第一个，它后面这里结块，所以我们这个也是要跟时间赛跑。我们当然看到抢救到这样的胶卷都会很难过。下生命的解救会当寄为老影片。你哪里找到的？网络找到的。网络哦。是买。你为什么要买它？因为我想说很好奇的地方是说，为什么会有人在网络上面买这个东西？我就去询问他，他没有拍里面的内容，我没有问。花多少钱？那我不敢讲，但只有超过5。超过多少？500。再多一个。5000哦。没有要在网上，我不敢讲。哦。因为后来最近检查的时候发现，状况太差。第一个，以后你要判断哈，就是说，一定要看到里面，你要去查片名，说这个片名叫《阿嬷的情人》。我的印象所及，《阿嬷的情人》应该有留底，如果有的话，其实不需要买。那网拍也是个田野，那你就必须要更谨慎的询问他一些问题。为了唤醒甜粿画面，因拍拼甲时间的比赛。因为上面就会有残胶，你就要用棉花棒沾尤加利精油，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把这上面的残胶给拿掉。透过国内一流修理影片的老师傅，启动诸大货款，秘书行入完颜的时光隧道，挽救华视的档案。经过9个月整理数位化的工作，总共修理了792万影格5500分钟，6万米长的底片，相当是117座101大楼悬。随着岁月的流转载体变质，播放器材行入历史，国际影音保存组织将诸大类影音素材死刑宣判于2025年。一支影片代表一个时代一段记忆。联合国大会嘛将当年10月27定为世界影音的为3日。华视这批重要历史，今年嘛通过古尾的审定，成为全国第2笔有文化资产身份的影视资料。8月30号，我们所召开的国务审议大会，获得非常大多数的共识，
所以它目前是在会议当中是通过的。那但是还要再继续完成一些必要的程序。胶卷它记录的是过去的历史。这一刻过去不会再现。当它是列册追踪的时候呢，政府都不管是文资局或者是我们台北市政府，我们都投入了相对的资金。将岁月旧刊的影像精雕细动。台湾头一出35迷你底片的传奇台语电影《四边开到王宝钏》，消失半世纪了，嘛由男二代抢救成功，重现风华。又可以抓到咧，去夹，反正买夹落去。难得的是，这支标力找到的复制片，经过刻意重新配音配唱，嘛当看到地方当年的文化面貌。2019年，赶在新兴戏院被拆之前，南艺大团队进驻抢救，也把这2部重达上百公斤的碳晶棒放映机给保存下来。用滑的。耶，碎的，这个声音。我们进入的时候很惊讶的发现，除了改为那种包厢式的 KT 以外，居然它的放映室是很完整的，就像时光胶囊一样，就好像放了最后一部电影之后就关灯了就离开了。上面的工具、上面的胶卷都还挂在墙壁上，还挂在放映机上面。那我们也把它接起来，每一段接起来，那就是放映室自己拍的电影。一座老戏院，它基本上就是一部电影史，从早期的这样子的台语电影、爱国电影、琼瑶电影，到新电影，到后来的成人电影，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活的一个电影史的一个呈现。和平跟历史影像，互人阁提出来讲，古戏院、本所场、老相馆拢袂使无，一场抢救影像的马拉松，靠向时代竞争。我们每次出去都会用抢救这2个字。那有一些人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要抢救呢？他有那么紧急的状况，用抢救这2个字吗？确实是。在这里。我把酒金无。啊。我皮了啦。完了。马紧，先可以的哈。这是我们从垃圾堆里面救回来的影像，放了啊。好。安尼冇分离，哎呀！从整个抢救的系统来看，国家应该要订定一个非常完整的对于历史影像资产的一个抢救的一个配套措施。除了刚刚讲的片库的设立以外，事实上那个机制也必须要赶紧的完成。影像的典藏啊，跟管理啊，通常不是一个电视公司很重视的部门，每天做这些大家看起来很重复、很枯燥、很无聊的工作，但是我们其实内在里头其实是跟影像有互动的，这个工作还蛮迷人的。小小暗室内面，这群人付出宝贵的时间，行入基地的阿爸，掀开底片的秘密和绝代风华，不再凋零。如果我们可以早20年前有计划性的抢救台湾的影视资料，我们可能会帮台湾留下更多珍贵的影视资产。很可惜，20年过去了，
我们其实流失的更多。如果现在不抢救，那我们就会失去更多。影像生在台湾的记忆，嘛是描写社会样貌的重要部分。做伙保存土地历史，为老影片找到新观众，将消失中的光影复活，各自播送前留住感动。